廣東版馬爾代夫之稱嘅江景別墅，你有冇見過啊？只需要200萬出頭，可以買到幾百方嘅雙拼別墅，仲帶埋私家碼頭，呢個係你自己屋企獨立使用嘅，仲有溫泉獨立入戶供你自己使用嘅，全部都係免費嘅。而家單位咧有3個喺度賣嘅，100幾啦，130方同埋170方都係雙拼別墅，價錢咧從百幾萬到200萬都有嘅。跟住個鏡頭。成個小區咧佔地嘅面積咧3500畝，容積率先0.3，呢個綠化面積咧非常之大嘅。所有嘅屋苑咧全部都係雙拼嘅，環境你睇下非常之寫意嘅。呢個單位咧係130平方雙拼別墅嚟噶。呢間咧就係入門嘅大門口嚟嘅，非常之寫意嘅。呢個意義咧非常之好嘅，聚寶盤嚟噶啦。所有嘅落席咧可以按照咁樣嘅設計嘅。呢間屋苑咧佢嘅設計範圍咧係非常之廣嘅。呢個園林咧達到150方左右啊，而且咧係主副樓設計嘅。呢邊係副樓，副樓咧係一個獨立嘅套間嚟嘅。呢度係洗手間啦，跟住咧呢間咧係可以係話屬於係主人房嚟噶啦。呢度帶埋推拉門，直接可以出去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屋苑嘅所有嘅露台啊，都係屬於全進送噶，環境係相當之好嘅。上邊咧係所有嘅連廊設計。而家跟住個鏡頭睇下客廳嘅環境。設計咧係相當之好嘅，呢邊咧全部係做飲茶區嚟嘅，又可以話係餐廳區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呢邊係客廳啦，客廳咧呢度咧係屬於個影音區啊，呢個位置裝個投影咧就可以睇電視噶啦。跟住呢度係廚房、中島台，呢個開發商嘅設計係相當之 OK 嘅。呢度係最大嘅亮點，呢個露台咧，呢棟樓咧係有天有地嘅吓。呢個位置咧就係私家嘅碼頭嚟噶啦，釣下魚啊、休閒啊、食完飯啊、茶餘飯飽嗰陣時咧，可以落嚟劃下船仔，跟住釣下魚，係非常之休閒嘅。呢個位置咧係所有都係供你自己屋企使用嘅，可以方便買個遊艇就得，買個橡皮艇就得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溫泉入戶嚟噶啦。總裁夫人啊，落咗班咧喺呢邊飲下紅酒，紅酒飲完之後咧，跟住呢度咧可以浸下溫泉，相當之 OK 嘅。其實呢間屋苑咧，佢雖然係建築面積係130方，但係可以使用嘅面積咧達到300方左右嘅。呢度係一個樓下嘅公共嘅公廁嚟噶啦。跟住個鏡頭上嚟2樓啦。2樓呢度咧有2個套房嚟嘅，所有嘅房間咧都可以睇到湖景嘅。呢個景觀係相當之靚仔嘅，每日喺度坐住都係相當之寫意嘅。套房嘅設計。
你好啊，阿姨。每間屋苑啊，每間嘅房間咧，都係可以睇到呢啲光景嘅景觀，冇得彈嘅。喺成個江門啊，可以揾到咁嘅環境嘅樓咧，非常之少。特別係帶埋呢啲露台嘅，呢個就係連廊嚟噶啦。呢個咧就係全進送嘅吓。屋苑嘅前面咧就係碼頭啦，屋苑嘅後邊咧就係我哋獨享嘅私家嘅空中園林，喺度 BBQ 啊，3、5知己喺度啊，飲下茶飲下酒啊，相當之寫意嘅。呢間屋苑睇完啦，啱睇完呢間屋苑咧，130方，總價咧200萬出頭就可以擁有啦，帶埋裝修俾大家嘅雙拼別墅嚟噶吓，環境相當好。跟住我鏡頭睇下呢邊小區嘅環境，我係十分之中意嘅。但係咧，好多人話呢度可能會有少少偏。其實如果你咁執着嘅話，呢度唔一定啱你。但係我同你講，如果你係非常之有壓力，而且咧你又想搵個地方好好靜下地諗下以後嘅規劃，或者你而家已經係子孫滿堂退休度假，呢度一定係首選。又或者你已經係一個非常優秀嘅總裁，財務已經自由，呢度又係十分啱你心水。嚟109方，呢個絕對啱你心水。呢個成個園林啊，做得相當之 OK 嘅 L 類型嘅設計。109方庭院嘅面積達到80方之大，呢個咧就係溫泉入戶嚟噶啦。呢個溫泉供你一家人使用。呢個後花園簡直十分之寫意嘅。其實好多人都講80方別墅住唔住得人噶，其實大家嚟呢度真係實地睇過之後咧，你會非常之驚喜。呢個廚房夠唔夠大？採光夠唔夠好？絕對 OK 嘅。投影咧設計好噶啦。呢度睇電視100尺嘅，全部靚嘅獨立大電視喺度。跟住咧1樓呢個公共嘅洗手間啊，呢邊咧仲有個房間嘅。呢個房間咧可以通花園嘅，環境非常之好嘅。其實90%嘅人咧都會攞嚟做茶飲空間嚟嘅，非常之寫意。呢個係室外嘅，呢個係室內嘅，3、5知己 BBQ 最啱用噶啦。而且成個別墅區咧，佢呢個面積咧係非常之少嘅喎，帶埋裝修80萬，係咪？邊度揾啊？嗱，呢個房間咧就係唔係套房嚟噶，單獨一個房間嚟嘅。呢邊就有公廁，4房雙主人房設計嘅。呢間咧可以做套房，又可以做埋父母房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度睇埋湖景，L類型嘅呢個露台，好闊落，好闊落。講唔好聽，100萬係咪？冇咩講究噶啦。109方，實用面積去到300方左右噶。上邊仲有個套房。呢間套房咧，我就比較中意啦。獨立嘅洗手間，呢度就帶埋個超大嘅浴缸啊！休閒度假絕對 OK。睇埋呢啲湖景，你話正唔正？100萬出頭啫，我重複咗3次，100萬出頭，買嚟度假，買嚟養老，有諗法，一定要 call 我啦！